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5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60天。虽然迪波老人单方面下令复活节停火30个小时，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是普京的阴谋诡计，这个恐怕又被泽连斯基说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在复活节午夜发的战报说俄军当日违反其单方面停火承诺达2935次，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遭最猛烈炮击与地面进攻，库尔斯克方向同样未兑现所谓全面停火承诺。全线战场统计显示，俄军突击作战96次，发动1882次阵地炮击，含812次重型武器打击，950架次 FPV 自杀式无人机攻击。莫斯科当局既未回应乌方提出的复活节后30天全面停火倡议，也拒绝延续针对民用设施的空中静默承诺。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乌军应对原则是以停火回应停火，以打击遏制打击，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乌克兰总参谋部4月19日通报称对俄军在库尔斯克州丘特基诺地区无人机攻击据点实施了精准打击，该基地被俄军发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此次行动中约20名俄军无人机操作员就是飞手被歼灭。乌克兰空中突击队在库尔斯克地区俘虏了9名俄罗斯士兵，交换基金又一次得到补充。这9名俄罗斯联邦军人在库尔斯克方向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投降，因此他们选择了保住生命，而不是在战场上的死亡。这个网上有大量的视频也就是说明这个乌军不仅没有撤出库尔斯克，反而在库尔斯克还越打越活跃。乌军挫败俄罗斯对西维尔斯基方向无人机系统的攻击，由于缺乏装备，占领者就是俄军经常采用疯狂的 MAX 式任务，也就是那个自杀式袭击这次他们以纵队形式攻击无人机系统，汽车在田野里爆炸，一些占领者幸存下来并四处逃窜。然而乌军的手持温暖无人机操作员向他们展示了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这些俄军士兵被一个个的这个无人机追踪打击化为乌有我们再看这个网上有一则新闻说4月18号乌军展开大胆突袭行动，目标直指克里米亚地区。在这次行动中，乌军用12枚导弹精准命中战科仪机场，这个是俄军的这个机场刹那间机场内6处燃起了熊熊大火，12枚导弹击中了6处要害部位，现场一片狼藉。这次打击不仅让俄乌冲突局势再度升级，也让世界见证双方在军事对抗中激烈交锋的情况。此次袭击给俄军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这个乌克兰空军在北约援助的 F-16与幻影2000首次形成战术配合之下，2周内空袭俄军19个指挥部。这个法国战机从交付到投入战场使用仅仅用了26天，速度远超美国提供的 F-16部署周期。该部队指挥官透露他们通过截获俄军通讯信号，锁定这套号称能瘫痪无人机的防御系统。升级版米格29频繁出现在顿涅茨克前线，机翼挂载的制导炸弹具备卫星修正功能。克里米亚大桥附近监测到异常电磁信号，疑为乌军测试新型反辐射导弹。俄国防部承认，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雷达站连续3天遭受精确打击。幻影2000的侦察吊舱拍摄到俄军 T90 坦克群向卡索菲亚尔移动的画面。2小时过后该区域传出10次剧烈爆炸声，社交媒体流传燃烧装甲车的影像。法国军事情报局证实，他们向乌克兰实时共享了北约预警机的监测数据。值得关注的是，哈尔科夫机场出现带有希腊空军涂装的幻影2000地形改进机。五角大楼解密文件透露乌军 F-16挂载的 AGM-88导弹可以打击300公里内的目标。为了防止乌军轰炸克里米亚以及克里米亚大桥，俄国防部随即宣布在克里米亚半岛增派3个铠甲 S1 防空营，也就是有可能在不久的
将来啊，乌军要对克里米亚大桥啊进行这个叫拆除作业，大概率啊采取饱和攻击啊，诱饵弹加反辐射导弹以及钻地弹。4月21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联合攻击。电报频道军事观察员报道这一消息。俄罗斯军队在此次袭击中使用了弹道导弹和天竺葵2神风无人机，也就是沙赫德啊。乌克兰的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地区均传出爆炸声。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复活节停火协议结束以来，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第2次袭击。俄罗斯军队自愿停火期限结束1小时后，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向乌克兰的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投下了炸弹。泽连斯基啊发表复活节致辞，他说啊，总有一天我们能围坐在同一张餐桌前，在宁静祥和的复活节感受心灵的温暖。全体乌克兰基督徒今年首次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这种团结凝聚着我们的力量。泽连斯基坦言啊，面对俄军暴行，人们时常追问为什么，但最终在信仰中找到答案。当理性无法解释苦难时，心灵深处的光芒会指引我们前进啊！这就是目前战场上一个态势啊。我们再看看双方在外交方面的斗争啊。4月21日消息，英国 BAE 系统公司希望将用于榴弹炮和自行火炮部队北约口径155毫米炮弹的产量提高16倍。泰晤士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消息称啊，目前英国用于榴弹炮和自行火炮部队北约口径155毫米炮弹供应严重依赖法国和美国。与此同时，英国 BAE 系统公司还希望提高用于自行火炮炮弹的黑索金的产量。据悉啊，叫 BAE 系统公司是唯一一家生产用于榴弹炮和自行火炮部队的北约口径155毫米炮弹的英国公司，其中大部分此类炮弹被运往了乌克兰，导致英国国内的此类炮弹出现严重短缺。也就是啊，这个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啊，要将它的155毫米炮弹的产量提高16倍。欧洲国家可能会改变向乌克兰提供战争援助的方式。华盛顿邮报说啊，欧洲国家直接注资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而不是提供成品武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洲官员告诉该报，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国防工业注资，而不是直接转让武器。欧洲代表表示啊，此举可以加快提供援助，因为多年来向基辅运送武器后，欧洲自身的武器储备已经不足。代表称，这种战略还允许北约国家将乌克兰用作开发和测试武器的试验场，例如无人机，乌克兰比欧洲更强。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更便宜，他们需要生产，而且乌克兰人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这位欧洲官员补充道啊，实际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欧洲国家他们发现啊，在乌克兰生产武器比他们国家生产完之后再去运援助给乌克兰要便宜得多。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叫马特尔诺瓦表示啊，在乌克兰进行武器生产比在欧洲更便宜、更快，效率更高啊。所以欧洲这些国家啊，就直接给乌克兰的这国防工业注资，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生产。英国媒体说啊，欧盟考虑剥夺厄尔班的投票权。在厄尔班持续阻挠对乌克兰的援助之际，欧盟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取消匈牙利的投票权。说实话啊，这个匈牙利阻挠欧盟援助乌克兰，这也不是第一天啊。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3年来，匈牙利一直在充当普京的马前卒啊。欧盟啊动议就是吧，要取消厄尔班的这个投票权，也不是第一次，也已经好几年。但愿啊这次能成功，不是喊一喊而已。这个《华尔街日报》啊，援引西方官员的话呀，他报道了啊，说特朗普政府啊向乌克兰提出了一揽子计划，以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他这个一揽子计划呀，传闻啊，其中包括对克里姆林宫做出一些潜在的让步，包括承认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将乌克兰排除在北约加入进程之外，以及承认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地区中立地位。说这些提议啊，在于美国官员在巴黎谈判期间交给乌克兰方面的一份机密文件中。他们还与欧洲合作伙伴进行了讨论，预计乌克兰的官方回应将于本周在伦敦举行的美国、欧盟和乌克兰代表会议上宣
宣布。这个美国国务卿呢，卢比奥甚至表示啊，如果未来几周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华盛顿可能会减少外交努力。他表示啊，乌克兰必须权衡这些提议，并在国家层面进行讨论，但决策时间有限。除了克里米亚和北约问题外，另一项建议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的领土改为中立区，并由美国控制。今年3月，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电话交谈中还提议将乌克兰发电厂，也就是那个核电站转移到美国的控制之下，作为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最佳保护啊。这个又是西方媒体传言啊，还说特朗普正在等待乌克兰对其和平计划的回应。传言中的和平计划啊，不仅要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然后呢，以实际控制线停火，乌东4个州呢，就是并不承认它是俄罗斯的，但是也不让俄罗斯说把部队就撤出，就是现状下停火。然后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然后啊，欧盟和美国还要解除或者部分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就这个和平计划，你让乌克兰怎么接受呢？关键是啊，乌克兰还要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这个首先啊，乌克兰是没办法答应，而且这个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反过来说啊，连俄罗斯连普京都答应不了。这特朗普啊，用克里米亚换取普京停战。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啊，他告诉这个外界啊，这个特朗普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幼稚。拉夫罗夫说啊，乌克兰没有领土完整的权利，对吧？很显然，一个克里米亚是无法满足普京的胃口啊，即使不能完全吞并乌克兰，最低目标也是乌东4个州啊。俄军控制的地方是俄罗斯的，俄军还没有控制的地方也是俄罗斯的。毕竟这个扎波罗热还有赫尔松啊，还有一半是在乌军的手上，所以特朗普啊，以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为条件，以此换取普京结束战争的想法是非常幼稚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啊说啊，普京总统仍对解决冲突持开放态度，并继续与美国保持沟通，但拒绝就任何具体时间表置评。什么意思呢？就是普京啊，乐于见到特朗普啊，你让步啊，你去做乌克兰工作，你去立功，你去表现，如果好，普京就接受；对普京不利的，普京一概不理。就是好处普京要拿，坏处呢，普京不搭理。所以你看，普京就摆出一个开放的姿态。什么叫开放姿态？你们谈吧，只要对普京有利，他就承认；不利，你们接着谈啊。至于什么具体的时间表，普京没有一切看特朗普你卖力不卖力，对吧？如果特朗普干的卖力，那普京就表扬他一下。你比如说这个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那普京肯定愿意啊，这有什么不好呢？然后承诺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普京也是乐见其成，很好，这是你自己说的。路透社4月21日报道，克里姆林宫21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这一立场令莫斯科满意。你看看，也就是你特朗普还得加把力还得努力，多为俄罗斯多为普京争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我们从华盛顿各个层面听说乌克兰被排除在北约之外，这当然是让我们感到满意的一件事，也符合我们的立场。去年11月，路透社曾报道称，普京愿意与特朗普谈判达成协议，但拒绝做出重大领土让步。前2天这个卢比奥还有特朗普先后都说如果在短时间内看不到这个停火的这种关键性的进展，那么美国有可能要退出和谈，这个和谈就烂尾了，美国要撂挑子。我在节目中说普京肯定是不会，对吧？就这么让他烂尾，一定会想方设法引诱勾住这个特朗普。也就是说普京目前不希望美国过早的退出和谈。那么今天在网上有很多人分析一些专家说，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克里姆林宫突然在复活节休战是对美国威胁退出乌克兰的和谈的反应。也就是一看这个特朗普没兴趣了要走了，这个普京马上喊老乡别走，对吧？这会儿玩真的。澳大利亚陆军退役少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瑞安在他的社交媒体中列出了普京希望白宫继续参与游戏的原因，也就是普京现在离不开特朗普，还需要特朗普对吧？你可千万别撂挑子跑什么原因呢？在评论休战本身时，分析师称其为轻浮和愤世嫉俗的行为。一个已经发动了3年多种族灭绝侵略战争的人，没有关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军队和平民犯下的暴行，
因此瑞安拒绝任何休战的人文动机。瑞安还指出，在乌克兰这样持续时间和强度的战争中，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实现完全停火，尤其是单方面没有与另一方仔细协调所有程序。瑞安同意过去一天反复表达的论点，即普京宣布休战30个小时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特朗普总统声明做出的反应。周五，他们也就是卢比奥和这个特朗普都宣布，如果近期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他们准备退出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目前普京希望让美国尽可能长时间的参与谈判，这有几个原因。这个瑞安说首先，华盛顿目前的立场对俄罗斯有利，特使维特科夫等谈判代表重复俄罗斯的说法，似乎准备将乌克兰领土给俄罗斯，而不给乌克兰任何保证作为回报。如果战争以这样的条件冻结，俄罗斯在方便的时候解冻它就不是问题。第二个，维特科夫和其他无能的特朗普政府官员继续参与谈判，浪费乌克兰人和欧洲人的时间和精力，这对普京有利，否则基辅和欧洲人可能会专注于增加莫斯科的压力。也就是派特朗普和这个维特科夫去谈判，实际上就是干扰欧洲和乌克兰的事情，这是烟雾弹。说第三个原因只要特朗普和他的同伙还在游戏中，他们就会在乌克兰的支持者和盟友之间播下不和谐的混乱的种子，破坏合作伙伴之间关系和信任。所以我说这个普京是肯定不希望美国退出斡旋，因为特朗普只要在里面斡旋，不管怎么说对俄罗斯都是有利，对普京有利。这个瑞安说普京是一个狡猾但邪恶的行为者，他将继续使用这样的伎俩，继续他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残酷和不必要的战争，因为他觉得自己仍然可以赢得这场战争，西方必须让他相信相反的情况。这位澳大利亚分析家总结到，总之让特朗普和他的小集团参与到斡旋，这个有利于俄罗斯，有利于普京，不利于乌克兰，不利于欧洲。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特别助理特别代表维特科夫那简直就是个笑话。这个维特科夫跟卢比奥他们不去了法国吗？在法国埃舍利宫跟这个法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伯纳，还有英国的叫鲍威尔，德国的叫普洛特纳，还有乌克兰的这个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他们正在会谈。结果这个作为特朗普的特使到哪儿第一件事先是歌颂特朗普的伟大，这个笑话又闹到法国去了。维特科夫坐下来一张口先夸奖特朗普，他说众位知道这里，说的是埃舍里宫说像什么地方吗？他说这里像极了特朗普总统的海湖庄园的俱乐部。然后这个维特科夫特赞特朗普，说他是一个高明的设计师。居然这么大言不惭说那个爱丽舍宫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差不多，你说这个不就闹了个大笑话吗？大家看视频You know what this looks like? This actually looks like President Trump's club at Mar-a-Lago. What you have this gold detail. Yeah, no, the gold detail. Jonathan, this is really it's fabulous what it looks like, and he actually works on it himself. He's like an architect. You know, or 这个爱丽舍宫虽然没去过，咱也知道那是个历史文物对吧？这好几百年历史吧。你海湖庄园顶多100年，而且它就是一个俱乐部，就是一个疗养对吧？这个避寒的这么一个地方。从这儿就可以看出这个维特科夫他去斡旋，他能够斡旋个什么出来？除了拍马屁，溜须拍马。所以这个泽伦斯基他就一直在批评特朗普的这个特使维特科夫。泽伦斯基说我认为维特科夫先生采取了俄方面的策略，我认为这非常危险，因为他有意或无意的在传播俄罗斯的叙事方式。所以当这个维特科夫在那儿拍特朗普的马屁的时候，坐在他身边的这些美国人都非常尴尬，明显看出来就想找个地缝想钻到桌子底下去这闹着这个笑话，不知道欧洲人要笑话多久爱丽舍宫恐怕比美国历史还长。当然了，刚才说的那些什么美国的和平计划那都是媒体放风的因为咱们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原件真正的内容还不知道。这个乌克兰的最高拉达议会的议员叫贡恰连科，他说我打探到特朗普政府内部压根儿就没有讨论过这事儿。什么事呢？也就是这个贡恰连科说美国未提克里米亚归俄承认条件。所以这个现在网上放的这些恐怕都是不是俄罗斯就是美国的放风，看看风向对吧？这种和平条件特朗普就不要往出拿了对吧？你把这个和平条件拿出来，那不就是丢人现眼？谁会搭理你？虽然特朗普声称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本
周能达成协议，届时两国将开始与蓬勃发展的美国做大生意，并赚取巨额财富。也就是特朗普向俄罗斯和乌克兰喊话，对吧？先停火，别打了，做生意发财要紧，对吧？这边为领土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死了上百万的人，那边他说别打了，做生意。也就是特朗普啊，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严峻性，他老想着这是一笔钱，老是一种商人思维啊。英国的这个军情六处啊，他的前负责人呢，对目前俄乌战争啊做了一个预测，认为啊，彻底干翻俄罗斯的最佳窗口期即将到来。这个军情六处前负责人说啊，战争耗尽了俄罗斯的人力资源，俄罗斯占领军前线人员的损失正逐渐成为灾难性的。俄罗斯人力资源的枯竭对乌克兰国防军来说无疑是成功的。英国军情六处前负责人迪尔洛夫在接受24频道采访时表达上述观点。他指出啊，俄罗斯将被迫扩大动员，以恢复占领军的兵力数量。也就是说啊，不仅需要动员遥远的贫困村庄的居民，而且需要动员大城市的居民，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地区。这样事态发展肯定会对普京政权产生负面政治影响。俄罗斯已经到了不得不在俄罗斯城市地区招募士兵的地步，这将对俄罗斯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迪尔洛夫说啊，他指出，由于动员的风险，许多俄罗斯青年已经离开了俄罗斯，而人力资源外流到国外是俄罗斯民族的另一个压力因素。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因素现在都开始严重改变俄罗斯的政治局势。乌克兰现在的优势在于没有仓促的和平协议，而俄罗斯则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它主要指的是西方国家啊，需要帮助乌克兰守住防线。过去1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人在前线的推进速度显著放缓，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位前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补充道，他回顾说啊，俄罗斯人民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向俄罗斯领导层施加压力，可能很快再次开始对当局表达不满。根据迪拉夫的说法，俄罗斯母亲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他们在结束对乌克兰战争和决定政治前线事件将根据何种情况发展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啊，这个俄罗斯坚持不了多久了。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俄罗斯啊，对谷歌的这个天文数字的罚款啊，罚了多少咱都不知道，这没人关心啊。这具体数字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去年莫斯科的一个法院啊裁定对这个谷歌啊罚，反正后面是36个零啊，这么多卢。关键这笔债务啊，这笔罚款啊，它每天还在增加，它也罚息啊。就这还不够啊，说莫斯科一法院裁定谷歌泄露阵亡俄士兵个人信息，继续罚款。这个法院判决书指出，发布在油管上的涉案视频披露特别军事行动期间俄罗斯联邦武装人员伤亡情况、阵亡士兵姓名、履历资料以及个人数据信息，这些信息在俄罗斯联邦被禁止传播。法院根据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第1341条第2款判处谷歌公司380万卢布罚款。该法院此前多次因行政违法问题对谷歌处以罚款，原因是油管平台上的视频存在宣扬非传统性关系以及诋毁俄军等内容。这个不能不说俄罗斯人做事还是有板有眼的啊，380万卢布那也得罚，对吧？跟那个36个零的罚款不矛盾啊，不冲突，一码是一码。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